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2章，上主的使者对吉甲来到抱金，对以色列人讲：我互恁对埃及出来，带恁来到我对恁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地。我捌讲，我甲恁立的约，我永远袂违背。恁嘛毋通甲即所在的自民立约，着拆毁因的祭坛。恁竟然毋听我的话，恁是安怎安尼做？因为安尼，我甲恁讲，我无要对恁的面前甲因赶走，因要成做恁的对敌，因的生命要成做害恁的罗网。上主的使者讲这话了后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啼哭。因甲迄所在号名叫做抱金，因伫遐献祭互上主。约书亚解散以色列人，因就倒去家己本着的家业，占领遐的土地。约书亚活地的时，人民服侍上主。伊死了后，遐个亲目看到上主为以色列人所做伟大的事的长老还活地的时，人民犹原服侍上主。上主的仆人伦的囝约书亚死，享年110岁。以色列人甲伊安葬伫以法莲山区加实山北边的亭纳西拉，伊本着的土地。一代的人拢死了，后一代的人起来，因毋捌上主，嘛毋知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去服侍巴力。因气杀带因出埃及的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去缀四围外族的神明，甲因跪拜，惹上主生气。以色列人气杀上主，去服侍巴力甲亚斯塔略。上主对因发大生气，将因交互抢掠因的人。因阁将因交互四围的对敌，以色列人就袂当抵抗因的对敌。因逐遍出战，上主拢照伊所讲所立誓，降灾祸攻击因，因就非常困苦。上主兴起士师，士师就解救人民脱离抢掠因的人的手。毋过，因无听叹因的士师，竟然背叛上主，去缀别个神明，甲因跪拜。因的列祖顺趁上主的命令所行的路，因真紧偏离，无照安尼行。上主特别为着因兴起士师，伊拢甲士师同在。伫士师还活地的时，上主救人民脱离对敌的手。因受压制、哀惨吐气的时，上主就怜悯因。士师死了后，因活转去做歹，比因的列祖搁较严重。缀别个神明，甲因服侍跪拜，硬心毋放煞所做的歹甲败坏的行为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生气，讲：这个子民违背我命令因的列祖应该守的约，毋听叹我的话。所以，约书亚死的时，留落来的外族人，我连一族都无要甲因赶走。用这个外族人来试验以色列人，看因肯亲像因的列祖遵行上主的道路啊无。
所以上主留这个族无将因交互约书亚，嘛无伫约书亚死了后真紧甲因赶走。